曾经理处长，领任组长在座各位亲亲大家大家晚安。晚安。今日报到咱六祖坛经的这个课，时间结过其实讲真正点仔紧安尼又过半个月过啊，所以讲岁月如梭啦一个月一个月安尼咧过一冬一冬安尼咧过，时间会使讲是非常紧那当然呢，咱各位亲亲大德呢，当然是不弃啦大家做伙来学习因为或许是感觉讲，当然伫修行学道来讲起来呢，拢总是爱不断的学习有当来精进。那当然伫咧学习的过程呢，嘛就是讲坐少啦，会当去集思广益，加减来体会了解。即使就是讲话，当然也是大家做一个分析，因为或许嘛有一种感觉啦因为咱若无经常受真理的启发，分析也好，启发也好，足容易呢会叫伊流失去。所以讲会当做咧学习，其实嘛是一个真好的因缘啦那当然是每一个人的见解无共款因为或是甲修呢，咱个坛经难袂济应该是交讲的嘛有关系这若请迄个真正启发性足好的有可能来就无位因为有个人咧听道理，事实嘛是看人看工资因为安怎讲呢？来的时阵，我也感觉讲我感觉讲这我得袂着效果，伊就无爱去浪费迄个时间所以讲呢，就拢会有选择性当然这讲起来呢，嘛正常嘛正常那亲像讲咱伫迄个土师团的明德班也好，还是爱强明德班也好当然当中是一寡较新的东西安尼讲，毋过或是感觉有足侪咱嘛毋捌去听到的角度的典故无伊若讲伫伊所讲的文字波动呢，有可能大家会知影但是有当时伫迄个角度来讲起来，有当时会有不同所以讲起来虽然伊是较无经验有可能伫道场会体验较少毋过呢因所去讲的，或许嘛感觉讲也有受益的地方不至于讲安尼讲咱伫道中接触听足济启发袂着所以讲有当时咱经常时咧讲开见有益开见有益咱就会当加减学习，加减了解即种的嘛是扶持嘛是一种鼓励因为咱站在修道，当然时间上会使因为先后并行，不见得讲大家班厝拢有法度通去迄个参悟这袂当的一定会啦所以讲来讲有学习的机会，其实感觉讲真好
袂要紧，因为台北谈经坐嘛，差不多车人24、6、8、9，6、7个在咧讲的，即个9个人咧所以讲嘛抱着一种学习啦，是抱着一种学习，因为对道理来讲起来，有当时伫你家己体会，实际咱要去演说的，当时跟个别有差异啦，所以讲咧，有一届的经验，有一届的学习，就有一届的经验嘛，有当时无嘛练胆莫会较知咧，无有当时嘛会打起来，有打起来，所以讲。无论是啥物，伊伫道场来讲起来，或许拢感觉讲，点点滴滴拢是学习了解。对于自己来讲起来，咱有无限的好处。即种咧嘛，中途会当去扶持的即个道场。因为咱伫道场来讲起来，有当时先拄咧讲讲，今仔日若无你的工课，你来。那是何德于公所以道场也是我们可以学习了解的机会学习了解即书内容讲无甲，互咱听可以嘛？当时讲完一半句安尼嘛感觉讲袂歹那因为咱今仔日咧伫谈经今仔日或许要学习的就是咱编辑处正经理主义搁过来伫即段来讲起来或是也本文书是上文显理性，本来正道无有论证，灵性自有理论，礼明讲修五年顿起，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亦顿将之加入所以讲咧显理性咧，当然是咱六组咧来对为了着听到遮咧一种的即个尊称一种的尊称那当然本来正道无有论证，无有论证。当然过去诸佛菩萨咧用伊所拄在经典上，其实拢总是无有差别，无有差别。就是讲你有见性，甲无见性，是毋是讲道义伫讲修，甲无道义即个讲修，其实讲起来拢总是相像。咱当然伫修学道来讲起来，无非就是到最后要安怎会当明心见性，这是修道义的宗旨啦。所以讲伫修学道来讲起来，其实伊有目标。伊有目的当然咧，咱讲刚硬不离性，拍皮不离点那么为什么刚硬不离性？因为伫自性来讲起来，嘛就是咱的佛性所以讲咧，嘛就是讲要安怎透过了解咱学习圣者伊所留落来的经典加以咱会当去家己体会。慢慢会当进入到了解心性的这个契入这个心性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进入了解这个心性的方法？讲起来就是咱要恢复了解咱本性的光辉嘛，要恢复咱本性的这个地步。因为咱来自于了解无形之天。大家拢是圆陀陀方所走，所以讲咧，下遗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讲咧，伊是拢因道而动作的。那毋过来到世间了后咧，有可能咧，受了这个现象界的一切假象，去
去互伊袂失去，慢慢当人格为真。那么你就是讲人格为真了后呢，咱会失去了咱本来的真正是的真实性。你就会去甲忘记，哦，你会去互伊忘记。所以讲起来呢，人来讲，可能囡仔囡仔生落来时阵，伊敢有好歹？无好歹，嘛无水歹，嘛无好食甲歹食，哦。但是，毋过来到这个环境了后呢，当然咱会互伊一寡的力量，嘛讲互伊来到这个世间一种的认识，啥物是好食歹，哦，有水甲无水，好食甲歹食，是爱互伊有一种的这个认识，的这个常识，的这个知识。所以讲呢，安尼毋通使讲好甲歹，但是救钱呢，拢总是习以为常，变成是一个习惯性就对了，变成一个习惯性。所以讲起来呢，慢慢，伊就拢会去看到现象这个物件，来甲当作是真个，当作是去甲伊对击。所以讲呢，对老祖先甲即卖呢相对，拢总是一代传一代嘛。那么伫即个所在呢，我煞怎袂记得着咱有一个先天的福性，怎安尼来思落去？忘记了着回天之路，人格为真。所以伫最后的当中呢，流浪生死嘛，流浪生死，就是即个六道轮回。所以讲呢，伫五教圣人，无非伊就是要互咱明心付出，要互咱回向倒转。但是呢，咱来到世间了后，每一个人所去接触到的环境，所去认识的知识，每一个人无共款。所以讲呢，即个实体实践，嘛是讲，咱每一个人去沾染的无共款。所以讲，道不远人，人自远之。到底咱是伫外场，每一个人无共款。每一个人无共款。所以讲呢，产生了着有了着即个理论。话卡较济，话卡较袂较济。所以讲呢，即个诸佛菩萨因材施教，人讲法本无三性，但是伊尾啊为虾米有上乘法、用乘法、下乘法？这敢是分别，这敢会无解。其实伊的总结是相像，但是毋过呢，他拄仔咧讲咧，兄弟姊妹。伊来到这个世间，会实体实践卡着的无，大家人伊的赞助无共款，卡着的教法无共款。你坐咧，有来求一贯道，嘛有人离开，去到别个宗教，嘛有伫别个宗教，伊过来得着道了后，伊到场是修。那么为虾米会有这个差异？有可能是讲伊来求道了后呢，伊来，有当时所开出来法门，开出来法门呢，伊我个人去接受。所以讲呢，救伊会离开，有可能伊就去上瘾，有可能伊就去参加，伊会感觉讲这样比较有成就感。当然呢，伫即个所在的无共。嘛就是讲，咱人有了伊的理论，有了伊的因缘。咱诸佛菩萨呢是依照即个因材施教，为了兄弟姊妹，要拢互伊会当达到顿悟、顿悟，伊恢复到了伊的原点，所以伊无甲放弃，无甲放弃。所以讲呢，伊必定爱对下乘法来甲伊引导，互伊会当接待，一
亲像讲伊正和书院为虾米有上兵团？我讲就是讲，若咱斗产可能就不能去接受。但是为虾米转运站因为用上兵团？嘛有咱得到的遐日子嘛去，怎啊去上兵嘛，伊就无爱去着种学习。那么，敢讲伊对甲毋对？其实毋是对甲毋对，是伊伫迄个当下内底伊的需要。我感觉讲，这个我没办法。所以讲咧，伊会对上顶去。那么对上顶去了后，为虾米讲伫正和书院伊会用上顶？当然啦，恁大家爱上顶，我互恁上顶。但是我互你来即个道中调后，一方面上顶，一方面调这个道亲，咧带上顶团的人，伊会阻止伊三有对嘛？伊敢会无教你？对，伊是借着即个法门，伊就接来。所以讲咧，过去嘛有因无书，伊咧引导一个人有时间我来开智慧来用它，招过来代志嘛拢但是伊嘛无甲放心，伊尾来佫开一个法门互伊，啥物法门？伊对即个啥物个真专业，无安尼，阮若咧用你拢在来斗相共，安尼就好啦。那么咧，伫即个当下内底咧，伊来直接接触。伊讲毋免来，毋免拜，嘛免开智慧，伊就来甲你负责啥物来安尼做啦。逐家来拢是安尼咧做。当然，伊伫即个环境内底，佮包括伊有去参与，其实伊就是咧累积着伊的福报。咱嘛看讲求道遮简单咧，无迄个因缘，你还是求不了道的。你拜拜咧，哪有啥？咁样咧，咱在这讲拜拜咧，哪有啥？遮简单嘛，就好啊。但是每一个人的因缘都共款嘛。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变成就是用安尼家己做一个引导，有可能咧，因为要度伊袂来，你叫伊来求道袂来，袂来咧，互伊来做工课就好。救伊救是了后咧，伊做迄个福报就是咧累积着伊未来会当来求道的因缘。这个时间咧，这个我毋知。所以讲我伫道场，咱伫道场嘛发生诶啦。有人遮出去放生，就知影讲这少年来诶时阵伊坐袂牢啦。伊讲你来泡茶，无你来独办 ，OK。毋过来到独办诶时阵，前过只这先道亲，这少年这无去听道理来好，这大只安尼，结果就讲要叫伊去，伊就等咧。真正咧，所以讲咱若是独办，爱有看咧新诶道亲伊咧做啥，其实有当时咱爱说停顿者，你诶慈悲是对，但是即个有人一定有人念到伊来，为虾米伊去做这个工课？有当时有伊诶道理呢。咱是慈悲无毋对，讲这爱去听道理，这问到遮无惨，结果咧讲安尼伊就怎啊处理？即摆要叫袂来。所以讲咧，有当时咱的慈悲有当时嘛是爱去注意啦。因为带来的人，伊有用伊的法门嘛，伊的方法要甲带。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咱就是讲，伫即个道理来讲起来，分有了着下乘、中乘、甲上乘。伊无法度的时阵，你就是上简单的法门，亲像讲，咱伫咧开即个课。为什么有先道亲的课？为什么有清修的课？为什么有经典的课？这应该正常是按照伊的层次去家己栽培，毋是你感觉讲这个爱互去听还好。问题是你有到迄个意境听是好对，但是因为这个办公室先道亲，佮参考会较深的，伊较无接触的，无一定讲伊一定会听这个班。所以讲有当时伊若要听班就好咧。敢讲参考的一定爱去参考的班，你若参考的班拄好是所谓的经典较深的，伊若听会来，
你投入你互伊去听迄个较新的道理，伊听会入，甚至后盖伊会启发会开听。你互伊来有机会，伊若毋来，这个都没机会了。所以讲呢，循序渐进。所以讲道场要成就呢，袂当讲咱咧在会道清讲即个我偌久就要成就，任何人无可能即个把握啦。咱是安尼，所以讲咱着大家拢尽心尽力，去栽培道清，咱讲自问耕耘无所，只要你有用心咧家己栽培，其实呢，伊若无离开即个道场，拢会来，应该伊就有一天会照咱的期待，来进步了对伊的赞助就对啦。所以讲呢，二条讲礼仁讲修，五伦顿契。所以讲毋但讲来到这个所在，咧听道理，每一个人的一个见解，程度呢无共款，但是这拢无毋对。伫咱道场来讲起来，唯有就是会当多元化，来开着这个法门来迎合咱去较济个兄弟姊妹，迎合去较济兄弟姊妹，只有是会当安尼，咱拢袂当去甲乞讨。咱袂当去甲乞讨啦，讲这老人，这迄个安怎袂使这？除非讲伊无爱，咱拢袂使讲伊无安怎，伊即个不读册，这是老人，讲这是做工的，是这是安怎？那个，这拢没有关系，因为咱要维持伊的自信，能够来恢复到他的本性，要安怎因德报义？当进修，达到最后，明心见性，所以讲呢，这个自识本性、自见本性，这有差别。无论讲伊是讲修，礼仁讲修，还是五伦顿契，到最后礼仁，我才讲，伊若食了这个活动，伊有咧接受，就会有成就的机会的关啊。伊若唔来。你讲道心、理心、天灵心，伊敢一定会继续，不一定啦。所以讲呢，咱会当做的，我们就尽量去做。所以讲到最后呢，这有差别，所以就立这个顿将的基因。这是以伊的赞助，未到的时阵，伊是一种的差异别，毋是咧问讲你这三人啊。这好起来，不是这样。只是讲伊的意见未到遐，当然你来用这个班，这意见较好的，你来用这个班。这种的分别不是咱看人咧甲分别，是看伊的赞助，要帮忙伊。无你讲伊若着重伊抑搁伫迄个较下圣化门，你去甲引导伊上升的课程去，一代人在见。我们是用方法，所以你这样来讲既有差别，大家来愈听愈欢喜，咱讲道不管理主关系，那么呢，你听愈了解，当然你会愈入道，离道会愈来愈近，到最后你想想，透礼仁甲无礼仁，礼仁是算讲伊。就较远，无代表伊会顿起啊。五伦是讲安尼伊份经理即时开悟，伊安尼听咧到地即时开悟是较紧，是较紧再来咱先依着这段咱就进入家己做一个分析所以讲呢做来讲起。伊讲佛法，一法不离法，一法毋是二法。佛法真正伊是一法，就是不二法门就是不二法门，这叫做佛法。嘛，就是咱去得道的正法。讲我有正法干走。即个伫遮讲的正法，就是一法，就是真理，就是讲道，就是讲佛，
伊道家讲是神，伫耶稣圣经讲是真理。所以讲嘅，伫佛法真正嘅佛法是一法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哦，那么这个不二法门，哦，不二法门为正道，是这个正道。伊是讲嘅，也就是讲，咱今日伫修行学道来讲，伊嘅宗旨，第一个是要超生了事。所以星远皇帝为啥要拜72书，伊尾啊拜光神主？因为伊证明这72书毋是毋好，是伊无法度能真正克了解伊嘅佛法，无法度能克了解这个律法，嘛就是上亲像哦这个成功，感觉办法规一规对，因为迄个一就是佛法嘛。但是伊即个一法哦的观念，这是过去要知影是爱安怎哦，就是应机而说。你有法度能了解，什么是应机而说？足简单的，毋是像咱现在经过哦抓来艺术中央会议直接讲，较早莲花微笑，哦，细阵莲花微笑伫伊的面前放一堆白色的。这个陀罗尼会也放过，大家明啥意思？为什么迦叶尊者一到破颜微笑，因为伊气怒，所以较早你点这个地方到看看看，我要看看，吾有正法掩藏，你要得到，事实讲起来足困难，除非你一定是达到顿悟，好，若无咧，其实较困难。所以讲咧，伫遮咧讲咧佛法，就是一个正道。其实是咧讲咱伫修道的迄个宗旨，毋是为了好度修，是为了你安怎了脱生死。你安怎了脱着一个生死为目标。若无先元皇帝拜72书，像咱进来去咧度人，伊会讲我嘛拜书啊，伊就感觉讲安尼。但是你拜书内底，你的书是毋是去知影生死门？为什么你爱知影生死门？因为你爱知影生死门，哪会当了脱着生死？所以显万功德，这72书讲起来，伊感觉讲这毋是伊咧讲，所以讲咧，先元皇帝咧，是伊嘛已经达到伊意见已经做啊，无。伊咧拜一个书就好啦，像咱咧拜一个书，有人上经咧就好，有人学习就好啦。咱敢会去想讲有影咧蒙着紧身份咧，蒙不着一紧较修行咧。为神秀大师交慧能祖师是安怎来？神秀大师伊捌咧，伊是教授书啊。若要以外向来讲起来，神秀大师伊捌咧道理足济。毋过这个杂作为言咧，伊虽然毋是像这个神秀因的言动，看伊外表啦，伊的言动毋是安尼，毋过咧，伊已经进入到顿悟法门，所以讲咧，这个意见无共款，所以你感觉，伫大经内底，到最后。受到这个六祖临门一脚甲伊启发的，拢是成就了这个法师，会当真正传承这个论教法门的法师。你若无得到体验所以讲当然伫新秀来讲起来，伊是搁咧讲修，但是伫讲修来讲起来，袂到伊的意见就对，所以讲呢。本无顿将之分别啊，其实无顿将的分别，是人性迷悟的差别，迷悟的差别。所以讲，伫修行学道来讲起，为什么天意行之？为什么欲尊欲悟？为什么哈哈大笑？这就是只单讲，人性迷甲悟的差别。咱今日咧修行学道。有的人做
积极。有的人好啊，有的人不稳不稳，这意见无共款，迷雾不一样，认知不一样。所以讲的伫这所在有差异，所以精神理论无共。所以讲的精神，根性类人，就是业障重，五力差。因为伊除了着即个伫即个佛界，当然伫佛界内底咧讲起，有了着伊的色心，有了着伊的意识，有当时啊就是讲所离中淡的。那么佫一种呢，也就是讲伫无形内底的业障牵扯会牵扯。所以讲，咱咧修行法道，为什么有无形大道？伊会去甲咱做对，因为就是咱过去了义有不足的所在，所以伫咱咧成就的以前，当然伊会甲你状态都有会影响，都咱发生。所以讲呢，咱伫修行学道，咱若有一个根深的想法，就是讲我一定来修道，有可能。你有即种的愿力来讲呢，你就有法度来比过了有一个业力。伫你修道呢，自然而然，你会将来会发展。所以讲呢，即个劣根性的呢，嘛就讲伊会业障大，伊会努力较大。所以讲呢，有法度持之以恒，就袂远的，好的好的远的，好的袂好的袂。所以讲，伫即个所在，未来每一个人的成就总会不一样。所以讲，伫遮甲咱讲，道理嘛就是讲悟性，共款迄个道理，悟性较悬的人，一问即悟。你看，六祖敢若听，伫客栈听人上经讲，伊一问经比即时开悟，敢若听着咱咧以后听什么道理。但是呢，当然伊内是会较深。内心较深，内心较深。所以讲呢，伊伫即个所在呢，伊保有了着伊本来伊的智慧，就是讲无亲就讲去乌门卡甲足够啊，所以讲呢，真简单易的讲着较容易落，听着道理了后，伊即时会当开悟，所以伊的思路会较深。就是讲，咱本来的不是言佛陀光做作，大家想想不精不简嘛，不果不精嘛。但是为什么后来有这种贤书？他拄仔咧讲的当然呢，迷失的多跟少，劣根性的就是讲不断反复听闻，勉强的来辨别，这就是咱宿世的业力。所以讲呢，咱一旦多修多了解。自然伫无形的业力呢，伊牵扯就会少。然后影响到你修道，你一定要坚定你的信心。你一个咧，我到底是袂甲袂甲拢定定会断即个结论。我是咧去爱我是咧做爱做，我是咧学爱学。伫即个牵扯的内底，你有一个根深蒂固很大的一个印力。只要伫道中会当互咱学习了验的，我一定拢爱参加。世间师傅讲用地你嘛爱地去，用脚你嘛爱去脚去，用面你嘛爱面去。伊怎会去我生死啊？无你伫今生今世来到遮，到最后你还是双手空空的，双手空空的。所以或许一直会去强调是安怎，因为咱这是道人修，道人定，道人修啦。是差异者，你若讲进无上天无普度，大道普度，其实你要去得到困难。所以讲呢，咱就是讲会当劝人行善做好。当然呢，你未来世拢总会当得到即个福禄寿嘛。唯有会当了解生死，但毋过呢，你会当来到这个世间过荣华富贵。
啊，就是咱进拄好当着有即个道的人修，安修。哦，啊，所以讲呢，伫咱时间内内，我们一定要多补课。伫先后变形的时阵，咱一定要去注意，尤其是这吼，这因为这就除了迄个啥，本身伊较少年的啦吼，啊，所以阮这个已经拢半百超岁囡仔吼，拢差不多拢独立啊吼，我拢感觉讲像这吼，爱用较济时间去教材。敢是安尼？哦，除非讲经济会话啊，都无做真正，以后来人吼，我去发哦，这个是现实的。下当的话，我拢感觉修行真的要有阶段性，啊，一定都有可能的哦，纵观先生，尤其是咱少年的囡仔，经济拢爱顾哦，伫先天较少。随着经济呢，咱半胜半败。哦，那么呢，伊的阶段性愈来愈好，后天的阶段性愈好的时阵，你就是要重胜轻法。啊，若像咱之前啊吼，讲毋免烦恼时势吼，啊无老多存足侪钱的，但是无少，但是吼差软的就钱会走出来，有人开有欠的了，其实是爱前线。因为唯有这物件，它是你起来早起啦，敢是安尼？哦，啊，你若讲有人学，有人学习，有人去表演，你拢会当去把握，就亲像你录迄只义工共款呢，你录1箍2箍拢好呢，毋通说啊，迄1箍尔，毋通安尼想。哦，色彩个是破坏的，哦，啊，当然咧，意识上迄是爱咱一点想。那么呢，不刚天时的高明哦，所以讲的大小乘法，伊有8万4千个法门。哦，当然这8万4千个法门是要针对8万4千个对变嘛。哦，那么伊所演法内底，大小乘法演有这个8万4千个法门，其实讲起来都是平等法。什么是平等法？哦，虽然我讲啊，你先来来听一班，哦，啊，你一定较久意见你来一班，毋是真配者分别先讲哦，啊，你着较善的一班，啊，较好嘅一班，毋是，因为要互你听法嘛，爱互你听有话，啊，互你会当体会袂着，会当去应用的，安尼才是正确的嘛。哦，啊，你若讲都意见较袂较深，啊，你着去比较有心情的班，迄逐个吼嘛搞起来倒。哦，所以讲咧，伊即个所在，伊的法是平等。哦，伊毋即个法毋是讲，这是互好嘅人听，这有善良人听，这互较水的人听，这互较歹的人听，毋是这样。哦，或者演法是算讲，你感觉着爱啥物意见的？我着啥物道理互你，会当去互你启发的，哇，有影就对。哦，安尼咧，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所以讲咧，无科学，哦，无了解好甲歹的差别。哦，那么咧是依着人的精神理论的无共款，哦，理论的无共款。那当然，而且咧讲精神理论无共，人的精神理论无共。是因为咱来到后天白实在当然，伊无共款的咯，哦，毋是上天予咱的，就无共款的咯，毋是哦，吼。所以讲咧，伊伫遮讲的人的精神理论无共，是要讲咱来到后天所去展览的每个人不一样，是因为安尼的原因，咱讲理论无共。那么呢，伫业种深浅，当然伊的解悟呢就有差别的。哦，这一定会啦，吼，一定会啦。哦，因为咱来到讲业障的感，的这一种感染啊，
山的音乐，爬山过也好，有意义，敢是会变伊好的。哦，这爱上大家先生上知，这块是伫咱家己难题嘛。哦，迄阵啊，掠起来先是要死呢，但是伊尾也好，佫毋是变伊好的，是对好的，花就变，敢是？哦，第一。抽到刀片后，伫一个月内底拢总付100块落去。法官设断清口大班主导，你甲讲诶，排在眼前，毋免看医生。迄你若讲吼，拄好无迄姻缘啦，我甲人第伊个意思啊。敢是安尼？因安怎讲呢？因为就是有无形大德研究乌灵仪。咧处理的命呢？哦，所以讲嘅，而且咧讲嘅业障深浅，足以去影响着咱修道的动力，这是千真万确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哦，所以讲嘅，伫一个月后的时阵呢，组织佫互引起结缘，请无形大德来结。伊嘛讲，一个月来我有看你咧说，你甲讲嘅，咱感觉你也无啦。给咱迄种啥人骗人过啦，无形大德骗天骗地骗人过，毋通想讲我安尼做拢无人知，对不起，毋是家人知，天知地知地知我知。所以讲你伫这个所在，伊就讲我一个月来真的有看到你们在做。所以讲你伫这个所在，伊就互伊妥协，用讲去妥协。当然尾啊，无形大德有甲爬山交代，伊佫有条件，5当袂当离开困难。其实讲呢，嘛就是讲，其实你有学习表演的机会，你就要做啦。伊爬山时阵在读册嘛，他有可能讲带离困难。伊讲的袂使离开困难嘛，毋是讲叫伊带了袂使出去。你若带离遐，拢无去学习，无去表演，你带遐。较有较错，嘛有较错，所以讲起来嘛，就是讲，互伊有机会，你要多行多了解，有吗？变成就这样 OK 了，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我们可以了解，所以讲呢，咱的误解有差异，就是因为业障，所以讲呢，业障较轻的悟性较快，业障较重的悟性。一种的就是咱的意识嘛，咱的视心嘛，一种的就是无形的业障。所以而家呢，或是讲一个典故那么这个典故就是讲，当时有一位小姐，伊就去求道，伊求了道了，伊感觉哇，这道遮好要来互因姐姐来求道袂使，因姐姐倒不是就是家己要饲家己阿妈讲就对，安尼讲，一直讲无法度去改变，因为这个小姐咧，得着道了，伊讲得着道了后会当超生了事，会当消当改变，会当安怎，所以伊甲清晰伊的定义讲，安尼伊敢会当传姐姐来求道啦？当然定义头可能甲讲袂使，讲安尼好啦。你请伊来求道，所以讲咧有一单拄好请因姐姐来答，请因姐姐来答。其实因姐姐伊有那种特殊的体质，伊会当去看到无形的物件，所以讲咧伊就有去听到耳边，就有人咧甲讲，哇！你这个人过去生活足恶一个，安怎，无给互伊来求道就对啦。伫这个时阵，志公老师甲伊讲你较紧的，速度较紧的，走去你到困难，我就较大人互你得到。那么为什么志公老师会安尼讲？伊讲伊过去世，伊嘛这个小姐过去世捌供奉着志公老师。所以讲，伊即届的姻缘老师嘛，就是要帮伊就对啦。
哦，所以志光老师知影了，如果你较紧诶冲击力就重，我就有法度一直着三步。你看，无形内底诶，哦，都有人要来做伙。啊，你若要我互你赢诶，伊就赢得到。所以伊去着到了后呢，哦，伊有第一个原则，伊讲即个哦，即个小姐哦，得着到了后。伊拢有去参加华会，因为华会就是所谓的前途班嘛，哦，有去参加华会，这个无形大德就当对去的。所以讲呢，伊有去参加2班还是3班了，伊讲安尼，哦，因为伊对伊去嘛是咧听道理的，所以这个原则听着这道理了后，伊嘛讲安尼好。我无要甲你牵绳，毋是咱人听道理的启发尔。无形大道，你互伊来到活动听着道理，伊体会着了后，伊嘛不会管好歹不好点嘛。所以伊有来带过2班还是3班啊？第一个夜战就讲安尼好，伊到遮做条款。搁有第二个听8班。第3个听10班，阁无够。伊讲伊爱去甲我带我去读5年教育2工。哦，所以讲呢，伫咱来到学堂感受道理的时阵，参班的当下，毋是咱的祖先会当来呢，我们的冤亲债主伊甲咱会当来。哦，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哦，诸佛菩萨呢，甲咱讲的，哦，拢是千真万确的。哦啊，所以讲呢，关圣帝君甲咱讲，6万多年来，任何人不可能没有业力的。这些，哦，而且讲，哦，业较轻还较重，但是业较轻较重哦，毋通听互我咧讲多在意你的心呢。不要呢，哦，迄是安尼讲的。哦，为什么我来讲即句话？因为咱的业轻甲重是过去世嘛，有可能即世人大家嘛甲我，我毋敢讲无做毋对啦，但是不至于讲是重罪嘛。那么呢，过去世就是讲水破落地啊，你收袂回来，迄是过去世的代志。过去啊，咱了解了后，唯有会当去改变，就是多行公了，这样就好了。毋免去甲想过去世到底是业重还轻，不要再自在意啦。拢已经是过去式。真会当面对现实解决的，唯有就是多行多了。各位先生，跟我认同？有。所以讲起来呢，咱一定要多参拜，所以讲起听经闻法开悟，有开悟甲无开悟，就是咱业种的天堂。有当时咱咧听道理，有的人无是足好，真正咧你一听互伊，我拢去记录。所以讲着，互我有当时就讲听比咱较伫道中较粗浅的人。你听伊道理伊嘛是安尼听，但是伊话你较好，你讲，就互咱感觉有一点震撼力啊！你安尼甲相对讲，代表人叫轻嘛伊听着了后，伊有法度神领意会的迄个意义，伊的啥意，伊的意义，伊有法度领会，佮加以把它阐述。有当时有，咱嘛是讲，听着对，无讲咱嘛也毋知呢。所以讲呢，这就是讲，伊迄个业障的清楚，法无道家，一般正悟。就是非亲相切，非亲相切，就是讲优势伊较少啦。咱话讲迄囡仔讲读真死人册，迄话了我读国校呢，一份进心去到大学啦。国校呢，国校那以前就是讲当读国校几年尔，但是伊的地位有法度能去到大学读册安尼。这叫做天才囡仔嘛，神童嘛，所以有呢是有呢。
当然呢，伫这个所在就是咱咧讲的，伊的非亲中亲，你啊看直升一群的也免读高中也免读初中，一群去到大学，你看伊的人会有较好，当时咱嘛会感觉足赞叹，咱若去叫人咧抬杠咧用啥有当时咱会觉咧嘛会较赞叹。简单，这个拢想无的，你讲咱会感觉会简单，伊头较好就是好的啦，伊头较好的代表讲他用词就比较少，所以讲呢，会有这种非亲中亲，就是伊过去世，就他拄仔咧讲的咱的业障是过去世所做的啊，莫甲想啊。会当解决的都是靠条件，那么咱伫世人会当真正来福慧双修，累积功德，伫这个大道普渡、得道修道的当下呢，咱会浅浅呼应，代表咱就是过去世人生讲讲，上无修10世。咱来甲听迄个张在先讲述讲的，其实毋是10世，算上无1劫以上。迄1劫的时间足长啊，毋是正成功大仙咧讲的10世。所以各位先生呢，尤其是讲伊英文比较济，真的呢不简单啊，不要看轻自己啊，要好好的能够修办的，咱就讲把握伫这个好因缘啊。不断的再接再厉，精动于咱的迄个功德，因为呢，那伊成功大仙讲，咱10世有修道，我当然亲口授信，但是咧修10世，成就甲安尼，敢有付出足济？各位先生或者伊甲咱请教，敢有付出足济啦？付出足济咧。伫这世人你甲看卖啊，咱付出的时间、精神、金钱，点点滴滴，迄10世咧，迄10世毋是一单咧，对，所以讲嘅，咱伫10世付出的已经足济，那么伫最后，佫会当得到这个道，大家会当亲像过去世安尼落力拍拼，哪有可能？所以讲起来呢，就是讲咱过去世就已经有造就，咱老师讲，这是咱志工老师讲即届伫美国咧开法会咧开法会的时阵就前讲老师慈悲你看人自济去做甲安尼，你看这国际性。安尼看袂安怎？老师信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老师从仔已经要等于13年，他们做的，就是你过去做的若无你过去做，你今天不能坐在这里。应当是他们要羡慕你们，不是你们去羡慕他。当然毋是讲咱毋通做，老师伊过来嘛，甲大家讲，伫咱修办的过程，咱即届的使命是大道普渡啊。真道当是大道普渡，咱毋是但如果讲伫主者安尼。都是坐在一些行善的德上面吧，迄因有因的责任，咱有咱的使命，但是行动一力，当然我们也要做了。咱进入道中间无咧救济，因为各单位来是有，但是当然无像救济讲，做但是咱有咱的使命毋是咱毋做，但是咱有咧做。咱有咧做，咱嘛是有咧做，当然我们的那个范围
同我同说啊，因咱即世人的使命就达到程度，会讲即句较诶，道中你若要做你个做甲无袂无紧安尼，哦，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嘛袂说咱过去世呢所承受的，咱会当好好的来做一个修持，那么礼仁讲修，礼仁就是讲将当回切，伫过去世，毋知影修善报善啊，毋知影修善报善，所以真诚老顿，听因解悟的会较歹，会较歹。所以讲呢，以即种来讲呢，咱必定就是爱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虽然呢，伊是即个将当回切，但是伊嘛还有回应的，还有回应的，所以讲呢，或是有听款安尼讲啦，但是迄毋知敢是一贯道理，我是毋知啦确实怎么样不知道。讲迄个先生已经食菜30天，讲伊要请口讲因迄先生讲毋好请讲要少年我想讲，伊道中应该是袂安尼咧，咱是针对伊的回应，毋是咧针对伊的年纪呢。囡仔嘛有回应，老人嘛有回应呢。所以我是打问号的，讲是不是一贯道的？我毋知影啦，是讲以正常的来讲，哇，长亲毋亲口，甲要进入到这个阶段，大家看的嘛，要甲伊嘛要甲伊庆祝欢喜，对无？所以讲呢，这个是咱会当真正的修行学道，当然会当好好珍惜。所以讲呢，咱兄弟姊妹呢，当然有当时兄弟姊妹大把兄弟姊妹有遐个牵足去牵敢会当甲放弃？老师讲的讲伊从来没有毋捌讲迄个去放弃着任何的道理。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无论伊啥物情呢，咱就会当有一点心呢，顿顿成有嘛，外景歹堪嘛有哪堪，嘛应该去做，伫需要的，咱更加互伊去需要，更加爱去互伊需要，安尼伊才有法度通去得救嘛，若如果无的话呢，当然伊永远就无法度通去得救，无法度去得救。所以讲呢，伊后壁呢就安尼讲，如果是即种听因解悟慢慢体会较慢啊，毋是讲袂样啦我们就是要多行功表现，有一点多行功表现。所以或许我来去讲第三个因缘。第三个因缘就是讲，伊得到道了后，组一个怎带起因的活动，互伊交无形大德结缘嘛来见因，要和解。你毋知这无和解真正没完没了。但是迄个无形大德现身了后，伊嘛拢无好讲了，无好讲无好讲了后呢，组织唯甲徐汉主因交代，大人法官受信请考，切断。组织当有甲讲安尼互伊可能爱烧几堆烟灰烬，一蕊5,000，你来烧几蕊？组织哪会无安尼讲？一棍甲讲你爱大人救啦，这不一样嘞。所以讲咱多成功表现，比一个或者人的机会，我无钱人开，会饿死啦。
恁袂当救我的原因。哦，我袂好势，但是我嘛是可以诉声有道，敢是安尼？但是你今日你会当救我的回应，互我来修行学道，毋是我会当离苦得乐的安尼，九骗七种的。你甲看，这功德有大无？哦，这功德敢是真功德，哦，那是真正功德，哦。但是人家就安尼了后，以后从啊拢无咧扶贫济困的哈，我无迄个意思呢。是讲哦，这个比喻啦，吼，当然甲咱道场大家嘛拢有咧还爱心的钱啦，吼，嘛是拢有咧做，只是讲而家，咱咧讲的多行公了业，真的大道无路，而这个平庸古代上呢，那咱唯有要做通就出办济啦，要做通就出办济。所以讲呢，咱会当影响伫这个活动内底呢，我们就可以多行公了业。咱毋通想讲迄无啥，这项也无啥，迄项也无啥，毋是爱啥，爱啥物当有啥。其实好些人感觉，小无食到就袂当。上天讲的讲，毋是爱你的钱，毋是爱你的命，毋是爱你的命。是爱主有的好心田，毋是讲你做甲你做个功德，你做个道啦，你的才华很好，上天就做欢喜，不见得呢。搞不好你搞道人，毋顾你就讲高，搞不好你搞功德，你毋顾你就会生个高心嘛。所以讲起呢，上天毋是咧处这，上天是咧处咱的真心。你就会当安尼做呢？我互我咧讲，为啥有洗菜菩萨？其实讲迄洗菜菩萨是因为活动若有活动有啥，反正拄办若有工课，伊就拢会去报名啦。伊就是拢去负责去遐洗菜。听讲人伊咧洗菜听讲拢无话无句啦。你点点做，就是时做，安尼尔。袂讲讲安尼做者点点滴滴话也袂算着就代志足济安尼就你讲洗菜做菩萨呢，做工书工一定做菩萨，无一定无一定所以讲咱每一道中每一项工作，无迄个讲三较大功德，较小功德，没有那种。只要你有迄个信心、精神去表现、打帮助到，这是上天上带的。所以讲呢，咱一定要多行公了业，爱会当做，就是安尼做。阿爸阿妈，我嘛知影辛苦啦，比像我较即摆就天天星期天较无差，毋免等到后天啦所以讲呢，可能就较无即种的困境。咱个人是，就讲伊盛环并起的时阵，咱会取舍。当然呢，咱家己看咧家己的环境，我若身体会当做，我就加做过。若应该袂当，我建议就该无理就济公老师讲，我们修到尽心尽力就好。爱后壁一句。毋茫有意无做，安尼尔你若讲都真太没办法，那个没关系。我感觉讲真的，大家都是要顺满如意啦，这样比较好，嘛无急忧嘛，所以讲呢，多行公了愿，我们行公了愿的项目很多，含培养才水果都讲经的。所以若要培养才水果，大家互我记这可能较好点啦，袂当讲起来，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也就是讲，这个幻想是伊讲伊培养食水果有功德，是因为伊补不足，伊补不足，补不足就讲像咱
体育班，结果伊有问题工课，毋过呢煞困了，毋可能乱一个念吼，佮甲试个讲伊有问题，结果来到学堂，迄个工课咱都安排去啊，安排去伊个工课，毋过来时看到，有可能是新道亲啦新道亲较青分啦你若讲咱即种已经伫道场即种老道亲就较袂清楚，伊就看到迄道亲伫遐，伊就去甲招呼，招呼人学堂拢款迄水果伫遐，甲伊招呼安尼，就甲伊先传四个，伊讲安尼陪人食水果5个月，迄是伊等于游离天的时阵呢，因为咱若每做一件善事，讲迄个功德池内底拢会有记录，拢插字牌做啥物代志，拢会有写，陪人食水果5个月，所以讲呢，老师讲，你去度人，度就是欠化有功嘛，就是度化有功嘛。去度人无来，叫做欠化有功嘛，因为伊有做啊。咱做善心，你本人行过来拖人的对无来，你嘛是咧表演。佮再来就讲助道有功，助道有功就是讲比一个有可能讲今仔日爱即个工课班会，虽然无排着我的工课，但是我知影时间会使，我主动，即叫做助道有功。助道有功，这放山这是大家共同的嘛，毋是讲工课你就较我的，没有佮再讲，个人虚个人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各自了。咱所做的是拢家己，会当去记的，毋是做的分落啥，不会的啦。所以讲起来咱伫道场能够让我们多行功表面的，佮再来就是讲断恶修善，这应该嘛就是讲，咱的脾气毛病，因为咱毋是讲干那要做善。毋是干那要来做福报的，我们要福慧双修，安尼才会达到究竟。所以讲呢，伫即个神修讲办法的当中，修道的当中呢，咱有不足的，嘛是爱讲虚，爱讲虚，爱帮人来庇护。当然，伫脾气较无病的。当然有法度人立竿见影有法度人亲像太极上嚟讲放下刀刀，入地成佛，当下就来断掉，当下就是佛啦。真正呢，你意见到遐，你就先修到对呢；意见无到遐这只是升不上去的。当然，伫咱修行下一天一天安尼过，到最后呢，白修一把，白修一场。安尼嘛可惜啦，所以讲呢，咱一定爱断除修仙，倡度业障，将度慧精，唯有就是有忏悔嘛，有忏悔，你像讲咱所谓的业障，爱是讲伊一世人所做的点点滴滴不足的事情，当然呢嘛是爱去忏悔，忏悔渐渐归于无常。慢慢来改正所以讲呢，将度慧精，修行不断，爱收集缺点，不断改进。变咱收集缺点，咱听经闻法，有当时咱会去听着讲师咧讲，咱人的脾气毛病啦，还是讲咱人点点滴滴啦，会经常去触犯着啥呢？迄个不足，当然的为人，伊会讲敢是咧讲我，其实毋是咧讲啥是指咱人较容易会去犯的，当然呢，伫咱听着了后，唯有咱反观倒转来，有诶，我们就要改变。所以讲呢，听经闻法就是关照文字般若，关照般若即
咧完成自己的不足甲缺点。不足的呢，就是爱改进，安尼，爱改进。那么你现在改进，因为咱都无前提，我们的慧命也当达到清净那么不断改进自己的错误见解、行为、言语、思想，爱改进。所以讲呢，当然每一个人的事件不一样。有当时呢，有他的，有当时有伊时间。这个时间呢，就是讲咱不断伫咧听经闻法，慢慢关照，就是咧照一面镜，咱要安怎反反倒倒啊。所以人讲听经闻法。咱咧上课，就是咧找定位啊，找到定位。找到定位就是讲这个定位安尼是正，但是咱听安尼讲了后，咱有感觉讲不足的，就是无伫定位。那么听人讲了后，咱爱不断的改进，就是咧修饰，就咧调整。到迄个定位，调整到迄个定位。所以讲咱听经闻法，就是咧找个定位。定位啥物位？定位佛菩萨的位。所以讲起来呢，咱若有迄个知影家己这个错误的见解，行为甲言语呢。思想呢，拢爱改变的。无论讲改邪改错，一定爱改变。因为无改变呢，咱无法度达到究竟圆满。因为修行学道就是安尼。修行学道若讲一成不变，都变到最终，你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所以讲起来呢，咱就是。伫听经闻法内底，咱就是讲爱不断，咱讲每人讲修嘛，慢慢修持，那么呢，每人这个知己缺点，先知贵行，这就是开悟。开悟就这样，知影家己的缺点，那么呢，承认家己的贵行，自己有过失。你若看袂到，永远拢是我是迄个对的人，那就当然啦，有可能是讲对的人。而且咧讲的是讲，若真正有毋对的，你无法度人真正去改变，毋对甲当作是对，安尼就无法度开悟。咱若讲安尼毋对，我们要去改变，即使就是开悟。那么内性功夫呢，念念反反自教，甲无解脱内性，这是咱的内神，内神。所以讲呢，咱以道场所讲的五味双修呢，咱毋是干那去来做对尔，好着做好啦，有品这份啦，就倒出去做时间，毋是干那安尼。就是讲，嘛希望大家呢，拢会当替理解无明。那么呢，咱人的这个咱人的无常之德，咱人心灵的层次呢，会当真正呢，搁来提升，会当来提升。所以讲呢，伊内讲圆，外讲嘛圆满；外讲圆，内讲嘛圆满。安尼呢，福慧双修，咱的慧命呢。伊就开始展现出咱本来的这个光亮，光亮。所以讲呢，爱反反自教，爱反反自教，敢无改过。那么呢，咱世人，上介大的缺点，就是我执太重。大家拢要讲义德，
底是啥对？当然呢，伫这个所在呢，咱家己要安怎讲去了解，是毋是咱较执着去啊？咱是毋是较执着去？这个咱爱家己呢，去体会、去了解。所以讲呢，我执太重，自我意识膨胀。因为呢，伫这个所在，可能较容易会去流失去，有可能。一种人是说我是前辈，我是前辈，应该拢无对。伫这个所在，更加爱去珍惜。因为咱是人的后辈。嘛是人的前辈啦，敢是安尼？咱毋是永远拢是后辈嘛，咱嘛咱的后辈呢，咱嘛咱的前辈呢。所以讲呢，咱咧对待道亲的当中，比一个讲我多的一寡大，我咧鼓励道亲，毛出去毛道亲咧甲我讲啥物人看做强势的。因为伊都捌记实着嘛，伊就咧讲，啥物人安尼，敢若无袂使还是安怎安尼你要来甲讲是安尼啦，大家迄个人讲啥物心切啊？求好心切啦，求好心切啦，所以讲呢，足积极啦，足积极，所以讲呢，有压力嘛，有压力嘛，安尼，所以讲呢。伫遮呢，伊会感觉讲啥物人上用心所以讲有当时是对待道亲其实嘛是爱伊杂杂，互我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啦，你问过头，无够法，无够你上好咱加伊嘛你若讲我咧走上班，我想要加伊一个走较紧些但是你若冲过头真的有一些事情就。会造成掉的贵势，道亲两个课堂，你敢知？我虽然是爱你好唔对，但是你咧讲话有哪会站呢？有个人无爱讲你业障重，为你来讲无要紧啊。你若讲到不用讲不用讲，你业障重，有可能伊悠哉，那也没关系啊。但是若甲无我讲，无我一气的人，你搁甲讲我业障重，我莫来啊。真正呢，因为伫伊修炼的意见，袂甲你毋知就容易会去考倒啦。所以你讲话，话是讲来讲歹势，我做率性的，我是为你好。毋过咧，自己嘛有地位啦。爱知知，因为你照顾一个道亲无简单咧，各位先生，敢是安尼？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咧，咱就是讲，可能咱是人的前辈，嘛是人的后辈。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拢总是爱谨言慎行。你若较无够的话，你豆豆啊用，安尼有一天呢，就会当用嘛。你若想讲我就是你前辈，就是安尼。我行过的路比我食过的店比你食的饭较济，不能这样。即使是实际上是这样。但是，你对任何一个人，会当有一种方法，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当然是爱较客观啦，有当时咱像讲咧父亲，事件呢，当然是较客观。第二，咱毋知影讲伊的亲切嘛，毋知影这人的个性嘛，毋知影这个人的背景嘛，所以讲呢，咱也较客观，较袂去当强讲啦。咱是要去成全道亲的，咱毋是去交相济的，要做到的呢，哪里就免去啊？有当时若感觉讲伊伫坚持，咱嘛来放书呢，后边咱搁来有机会呢。你若讲无一定的，其实伊观念毋对啦，咱拢会想讲要甲伊斗正，
但是伊迄个当下若无法度，你敢一定爱随甲斗争啊？若毋是讲伊随时会冲出去杀人的吼，迄慢慢啊讲，若讲事半则还啊，事半则还，伊的缓冲较大，缓冲较大，所以讲咧，咱有一寡美感，当然咧，咱一定爱去注意。尤其是咱大家拢有咧带动道亲，这袂当无注意的，因为道亲要栽培起来足困难啊，要鼓励鼓励他但是你着一年等无三句话就甲牵叫起来就拗出啦，或是讲有听过一个典故，迄是生理人真难见已经栽培3冬啊，咧带的人做难得。拄啊好，甲带来参班。伊咧做生意人可能中途有电话来，伊就出去就出去结果前线就讲你来走出来遮，你袂使出来呢，安怎？歹势，安尼我就莫来。即个已经栽培3班呢，互你一句话尔佮伊迄你嘛是爱班长甲伊讲，敢有了解？佮有了解嘛无要紧，无免是讲伊若要人杀人，你讲这袂使啦，爱随甲讲起来所以讲这当然讲这是处事的过程啦，点点滴滴啦，点点滴滴因为互我安尼甲看起，甲看起，上过头直接拢是较失败啦，你若较钝呢，事半则还伊的空间较大啦，空间较大所以讲呢，自我意识膨胀，自私自利，凡事我为本，真的不能这样即使在当下是这样，真的是要这样，但是你要看前面人讲入山看山势，入人看人意嘛你若无的时阵，你一困就要甲伊表示安尼无安尼袂使安尼就不对了顺我者昌，逆我者祸，因为就是有我若有合我的意的，就是好啦；无合我的意的，就是歹就是反对。其实事有角度的不一样大家当互相去尊重，就是讲你的看法。当然嘛，毋是无道理，你的看法嘛，毋是无道理，有当时呢，碰到代志，要安怎去起出平衡点，即使讲毋是合咱的意，咱嘛爱家感恩的。为什么我来讲呢？因为咱毋是一百分。若如果大家以后拢毋甲咱讲对甲毋对，若真正毋对，就我紧毋免讲，讲咩无好啦，输就大所以我感觉家己真正不足足办济，所以目前拢会去接受大家的意见较济，因为伫修炼学道啦，你为了道中，大家。来到道中，敢袂为着道中好，敢讲是咱家己为着道中好尔。相信大家拢要把自己感觉好的都能够呈现。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要安怎讲？去检讨，去检讨，人讲会当去圆满，其实对道中呢，总是有好处。所以讲呢，造极重罪业，流转六道，因为这个是因为果子，地数事无法度来去圆满，当然呢，谨慎啦，当然话这个拿咧事实我嘛知影挺困难讲要拿咧讲甲拄好会有困难，但是咱要安怎讲？伫有正义当中。要安怎会当去
化变相跟创造双赢。哦，安尼呢，对间隔来讲呢，都是一个正向。哦，啊，你后壁甲伊讲我只破了脱生死，就无办得嘛。哦，有当时啊，咱若真啊，别讲者，人嘛不爱讲，啊，就这样，话就这样也不讲。啊，不讲就是这个团体的升起来。哦，啊，这个嘛很正常。所以我拢做爱人，甲我讲对甲唔对。哦，爱是讲有无法去想。哦，你咧讲的有对，啊，互我就讲出无法去想法，啊，互做上课讲有，啊，安尼讲起的角度，互你了解了，你讲有安尼嘛有呢。哦，安尼咧，即个所在，大家当互相去尊重。哦，安尼对间隔的事，哦，帮忙。哦，那么呢，继续来突破这个宿舍的习气，无名火、沙尘火，破这个法则，爱破这个法则因为法是咱说到死的因缘，就是讲就是一只白案对这边到那边的感应其实呢，咱嘛是爱破法则，无当时伫法则内底。硬件可能其实会有弹性的，所以讲呢，咱一定来破法则，那么呢，安尼了后会当分前破题，这叫做讲虚，这叫做讲虚，那么呢，五人顿起，自识本性，自见本性，即有差别，所以亦顿将自家别。五人善根深厚，非亲将浅。一分即无，一分即无，即是讲悟性较好的人悟性较好的人，亲像咱各位在座各位浅显大德呢，真的就是这一个善根深厚，伫这个道场呢千锤百炼，能够共喜而造，就是咱有法度人真正刻意了解，这个道真理真。刻意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讲呢，当然较大的诸事因缘，大家都还是站得非常的稳，所以讲起来呢，这是一个误的。明一切法本来清净无样，是空寂，空寂，空寂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待，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要去了解没有二元对立，没有二元对立，但是没有二元对立，不代表真的要讲话的时候不能没有讲。空寂，我定安怎说？空寂，也不能这样，所以讲呢。那么呢，因无明妄动因为来到后天来到后天了后呢，那么引变已经四心用事，所以呢，三心了解什么呢？三心无，咱即马就是伫无边回到个人离合，伫进行这段来讲，本来清净无样空寂，这是咱的本性。菩提自性，咱就是清净无染，是一个空寂。那么就是因为无明妄动，以三心了解这个有啥？有我执、我见、有四心。但是伫这个有了后，咱会当去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只要一念不住。不分别执着，安尼就给你服啦。咱无法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爱上，无法讲达到无所住而生其心，嘛爱生其心而无所住。生其心而无所住。
机会无？你知？你讲有机会？咱的意境，我讲无所住而生其心呐，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们的本心嘛，但是咱若无的话，会当真正生其心而无所住，安尼你的意境嘛有够啊，因为人啊有七情六欲啊，所以讲要100分袂遐简单，不过呢，咱借着邪修啦，借着点点滴滴的来历练，所以讲特别来讲，知一念不足，无分别执着，安尼你就恢复到你本来的清净无染空寂即自见本心，见性成佛为顿刻，为顿刻。那么呢，以讲法来讲起来，修习次第阶级，它是以讲法来讲起来，有学习的迄个次第甲阶级，一段一段啦，一段一段，对下乘法进入中乘，对中乘进入了上乘。所以讲咧，咱进成的互修，咱嘛是真正得到顿法爱暂修。因为咱即个得到顿法，毋是一分即断，是因为咱上天慈悲大德普渡，互咱先得互修，所以讲呢，得到顿法爱暂修，暂修它是有阶级，咱毋能想讲我下班，我安怎，放弃了学习的机会，卖难。我能够学习，要让它去进步的，咱就是把握这个机会，有这个求知的那一种欲望，借着调侃，反倒来改变，其实呢，咱嘛有法度达到圆满，当然，遮甲咱讲的，以这个讲法呢，以这个讲法有学习修学次第阶级呢。当然，这是爱时间较长，到有法度来进入到顿悟啦，进入到顿悟是爱时间，爱时较大个，爱时较大个。修行咱头拄讲，修行就是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嘛，这是修道的宗旨嘛，咱即摆呢？是大道普渡，互咱得到道，但是事实讲起来，毋是一定达到明心见性，是互你知影生死嘛。但是咱抑阁有疲倦无病，必定爱照着讲法，来修行，来修行。就是讲，以咱听道理来讲起来，神气见性，对千里万万。进入到心性的法门，能够去改变，改变你不管脾气毛病愈来愈少，愈来愈无这个气质，当然你活的品质就会提升出来。照着安尼来修，嘛是会到，嘛是会到所以讲呢，以这个顿法，一分即无过去所说。过去所说修习善法，这个积功累积所去所致啦，就是讲你有法度人一分经即是开悟，就是你过去所修来差名门意教。所以讲伫坛经内底有足侪法师，伊讲感觉万法规，伊其实拢捌啦，但是伊为何毋知？等着来做了后，临门一脚踢者，伊就离一分即悟。那么伊有安尼无头前的讲法，伊敢有法度呢？一分即悟，敢有？没有法度呢。所以讲呢，尾仔这上师等着来做，是因为伊欠临门一脚。虽然有迄个
当做临门一脚，那无伊头前的修持，修到讲，这个西西门到西西门到差伫遮，但是伫遮你都无得到的高深来证到无知。嘛是爱靠爱有修的。你若无修迄个新秀大师，你也看伊做老干紧啊，但是我做要叫伊做修炼性的题，佢做袂出来。伊讲修的工夫到底啥高？伊若搁休息，你要看我做嘛是讲，你著爱针对一个方面去做题目，你著爱安怎想，安尼对家己起路，但是袂办法。所以讲的嘛是即个合作面的议题。所以讲的咱爱好好啦会当好好修持。虽顿悟，伫遮就讲啦虽顿悟必悟好起修，方真正客去悟。这头我来讲啦。虽然咧得个顿法，但是爱悟后起修。咱这是因素已经有甲咱指出，但是真的爱假要自己去证道，这是或许体悟啦。就是讲，当然前辈遮讲师甲咱讲的，你求道是道真、理真、千人真。你这是这是真生死问的，这以后会当了解生死的。其实我当遇到迄讲师拢嘛讲，但是迄个讲师伫台顶讲，我伫台骹拢嘛甲打问号，打问号是咱有问题，毋是讲师有问题。因为咱的意见还袂够嘛，安尼敢是真的？那么呢，咱伫即个道场有行出来，听有学习，慢慢去家己去印证讲，安尼有影就对。伫即个所在，咱真正会当真正去了解讲，会咱求道是正确的。但是修行的意见都应该不足啦，只是讲也会当肯定我们得了名师易主，可以超生了死。当然是修的意见是袂够。但是所以讲呢，咱爱物后起修，爱修持。那么呢，佮再来就讲悟，那么悟呢有解悟甲证悟的分别。你若讲有解有行，永邪变，所以讲呢，这个解悟的意思，互我遮有啥？下底遮有解释啦，讲这个解悟的意思就是讲，咱听到讲经说法，还是讲你去看经典，伫这个内底求理解，还是伫这个经籍言论中去找到你。那么这个就是讲，比一个呢，咱今日大家到啊，做伙伫遐学习，做伙学习你是知影用文字般若安尼这个意思我知影，是知影了，但是你无行用邪变，意思就是讲万用万，切人嘛是万，因为你无做啦，有足济无？你讲我帮你做皇帝，这来时阵我咧做梦嘛是梦。那么呢，这解悟意思就是讲，我安尼来听起、看起，哇，实在有够好的，真正，毋过着爱你做到你要去台北无行爱这个解悟意思就是讲，我知影去台北做好，会当佚佗足好的，但是你都无拍车票行，坐车无坐飞机无开到大车无跳倒来，你都无无行用邪的没有做的，那就是万用万切人嘛是搁伫遮那么呢，证悟就是离文义言说直客真如实相，即直客本心，就咱教外别传，不得文义，富欧，这个无好听声，莲花微笑，有文义，
客要不要给无有正法延长的意见啊？感谢呢。哦，伫这个呢，这叫做正悟啊。哦，所以讲呢，你这个该悟跟正悟呢，它是有差别的哦，它不是没有差别的哦。正悟就是讲入佛地，哦，这个入佛地。入佛地个家己即个意见，进入佛的意见，进入佛的意见。所以讲呢，其实伫顿接一组啦，无差别，无差别，是边境法，所以讲伊是前移，是前移，一个冥想讲伊有一个顿，顿悟甲一个讲法。是伊的名称，那么伊的名称是因为人有顿客，嘛就是甲咱讲法无三性，另有二顿，所以讲伊的顿将嘛就是因为人有二顿，所以呢，伫这个所在入一个假名。那如果讲不断你是顿悟，顿悟就是你已经契入本心，但是我修讲法到最后，我嘛是顿入本心。其实一个较大个啦，共款你发讲达到迄种意境，清净心何有应该是真的？所以讲呢，伫遮讲无非是一种个假，因为伊个需要，安尼甲伊讲，根本嘛无顿法甲讲法，当然咱伫咧研究单经。你研究什么是顿法，什么是讲法？伊的应用是因为人理论，做伊前以方便，方便我们前以的这个说法，安尼尔吼。所以讲呢，伫遮甲人讲伊，无非是一种个假名，所以讲修行的人呢，有先悟后修，有先修后悟，其实。拢相像，所以讲呢，以五教来讲起来，真的同源。而儒家呢，集中贯印嘛，而佛家万法归一，而道家校园修一，而耶教灭道清一，而回教叫做清净翻译嘛。所以讲呢，五教同源来自于了义上天。那么呢，咱今日毋是去犯道较好，别人有好，不是这样，是应用道共在火体。你要得道，唯有爱来咱这佛道，咱才能得道。所以讲个道，过去是伫安乐期伫庙寺使如得道嘛，即摆是已经转换俗，咱的应运啊，就是讲你真要食柑仔，溜顶简单嘛，是毋是？出去就有啊嘛。你伫一个月前要食柑仔，无，所以这是应运啦，哇，伊管道较好，别人毋好，不是这样毋是安尼讲是因为咱的道分多好行在西方见圣经，道家佛在使用得道，是因为安尼关系，真正呢，修养是为着，会当知影先师门咱进的是伊的应运，安尼，所以好势呢，因就到遮，就厝无足济阮啦，安尼过前前，大家是毋是有要针对即段内底，大家来讲家己的见解啦，咁有啥物啦？无安的时间吧。应该讲会使，会使，用安尼吗？你现在呢？听起来讲完嘛呢？是无？生死方面对拢毋知。
是迄、个迄个说话的问题啦吼。所以讲咧，因可能会引起离不离顿，所以讲咧因说短，这问题是安尼。当然伊只有尖甲误啦顿误啦，顿误当然第一只千万里，误只一步超，我来讲颠簸啦。你若要用问题当然咱有的是大家讲做熟悉啦我有讲过花丁、妙法、莲花丁，那么内底一个角色叫做用语。那么咱知影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伊拢讲到迄个用水族咧度化，遐个名字之外，用语呢就是用我们左囝。那么呢有菩萨咧怀疑讲，一个坤道较有可能，一个女上较有可能直接就做成坤道，即摆咧讲这个典故，互我啉咧，而且请这个用语叫咱做一个参考啦伊佛道咧，就叫迄个文殊菩萨呢，去调车迄个用语啦，因为文殊菩萨伫用经的当中，拢以用迄个《法华经》咧教化，遐个去做咧名之外，所以讲咧，伊知影，咱用语真当是八回尔啦伊是坤道之身，愈新啦当然有菩萨咧为了解讲伊用语咧，咱会当即时当成道，那么有人无相信，菩萨无相信，所以是毋是迄是佛道的地处嘛，有会相信啦佮互我无会相信，较有可能咱比较信的，因为咱知影女性咧，伊有不净之心，有我不净啦咱知影所以讲咧，伊爱先转到人心啦要成佛道，那么爱有一个转换一个过程，伊会当即时成佛道，哪有伊原因？伊用语咧自由咧，伊接受着佛法，所以讲咧，伊天生咧，伊即个学历做好，天生做聪明，地位佳物。所以讲咧，受着咱文殊菩萨的一个教化，咱会有一个听到。佛道嘛，知影伊咧安尼当中，要借个教化伊的弟子。所以讲咧，调请咧，请迄个文殊菩萨调迄个龙语来。龙语咧当然来当中，即时咧，你会有迄个菩萨有相信，会当即时，当成佛道啦当然咧，这龙语咧即时咧现出宝珠，伊听讲这宝珠咧，伊迄个价值咧，无价之宝啦伊迄珠啦迄宝珠。单天龙佛道啦，虽天龙佛道，佛道嘛足欢喜甲接受，接受着伊即个主啦听你讲价值讲价值3000代全世界一个价值性，那么价值应该是无穷啦。伫迄当下当中咧，用语咧即时变做人心，即时咧，伊往到迄个南方一个国土当中。随成佛道随即时咧教化一方两地这是一个伊真正的一个典故。这是我看迄个《法华经》，《法华经》是佛道所说的，并不是互我家己做。咱会当有时间去甲看《法华经》当中，这是有一个典故。再来我讲一个比喻，咱人民单位有一个张连长点的书。那么，我有叫足侪前人去参加因遐一个活动。那么，咱知影了，有今年有点了书去带因的单位，有去一间圣堂。我怎啊无啥知影？咱是都用另外一个所在，毋是伫乌毋是。另外一个所在，遐有一个坤道，坤道伊在世时做佛主，嘛是即世名，即上因的啦伊嘛行咧共款。有得到这个先天大道不二法门，共款士兵书一记。那么伊在世当中，伊是对道有足热力，虽然是一个坤道，虽然是一个友情，但是伊心为大主，对道真认真。
在世的时阵，是安尼咧做啦吼，所以讲咧，人伊的认真，得到迄个恢复，恢复了后咧，成就啥？成就圣母，互我抽免两支，互我袂记一个啊。人迄有一个名称的某某圣母啦，到尾圣母然后叫咱老母、咱师母来共款啦。咱师母是中华圣母啦，若要成就圣母成圣咧，这有若是无简单。所以讲咧，咱真正这世当中，男女平等，毋是查甫的较优先啦，所以讲咧，即摆分到咧一个应运。所以上好一个时阵，所以咱爱好好把握。我要讲这是意思是讲咱若认真修，顿将是家明啦，这是一个假名称。咱若认真的话，五正一步超啦，随时当成佛道。伫古早，都爱讲用语，你现在是咧讲圣母，以前的时阵，我迄阵主修的时阵。去到迄个所在时，原来坤道会当修成圣母，有若真正无简单。所以讲咧，咱主席咧，有人对即个圣母咧足赞叹，所以讲咧，这是无法用咧。而且咱即个咱点样书，一段伫为品当中，而且咧讲到即个顿将，所以讲而且咧提出两个一个典故咧来甲咱做一个分享，以上谢谢。感谢咱两个人兄弟当然大家会当来做一个分享，无非咧当然会当在即个视野去甲伊放较宽，咱讲是书馆意安尼大家人听起来会去较宽，甚至会当去较深入各有啥物个人浅显各分享是变经。上。分享一个咱学习嘛老师嘛，偌好个对吧？李佳，你要不要分享？对啦，就是这个意思。安尼嘛是意境的，敢是？正常是应有所住而生其心嘛。安尼你有当有法度通所住，你就清净。就是亲像讲你百花丛中过，片叶不在身嘛。你所住你袂讲去外在的一切甲伊沾染。咱进出去就讲花外世界，但是咱所住咱的本分，所住我们的清净心，所以应无所住，你本来是爱安尼做，袂当去沾染伊。
即使你看到、听到，你了了分明，但是你的心是清净的，本来你就是要这样的。哦，但是咱若无法互人安尼的时阵，比一个咧，我看一个，我拢起一个念，哦，这物件做好，我做爱，但是毋久无钱，那么你直接说在你要有什么？迄个什么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无所住而无所住，生其心调，生其心是无所住。生其心是无所住，就是讲我对即个物件，你正常是无爱无念，但是我只起一个念，有生出来，过就好啦，过就好啦。卖变讲像咱讲一件代志几十年上调的啦，所以讲咧，迄个意境嘛是，安尼有无？比如你头早讲讲，我是想，就若像咱迄个心已经生出来，比如讲地势市啊、地势店，你看到这样物件，你生出一个心，你做爱。但是就像咱讲就因为无钱，但是话就是会一直跟你想，我应该是两礼拜，等我有钱一定要，你就被绑住了。对，被绑住。因为咱迄个当下看着，咱知影讲咱无迄个能力，所以就把它放了，因为我无得继续来这个演讲。对啦。你是毋是你着去清净个心啊？虽然你有动一个念，正常是项迄个念袂使有啦。但是你有动迄个念了后，有你去随回互清净。当然你着要有迄个意境啊。无，到半规礼拜过，你莫安尼想讲今天3回来变起来，我袂食2分钱嘞。所以讲伊的意思就是讲无法讲圆满，但是你伫最后呢，你也要做调整改变。虽然有动这个念，但是你还是归回到原位啦。所以讲来讲无中生妙有嘛，你真看到这其实拢是妙有，上天所应运而来，所有的物件拢要互咱正用啦，是咱人家用唔对去啦。因为上天创造万物是要互咱生到死这段时间的因缘帮忙咱过这段生活，但是咱这物件了后呢，咱煞有家己善用，煞有家己恶用嘛，众生用，众生心，众生用嘛，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会失去了伊的迄个上天的意志，伊本来意思，但是咱即马知影了后，咱是要安怎伫有诶内底回倒转去无啦，要安怎伫有中还无诶道理啦，所以毋当讲叫咱袂当去主导外在的一切，好甲歹，对甲毋对啦，过就好。如果若是袂当安尼，其实也是借着邪修讲办法来练就你清净的本心呐。这就是咱的功课。还有咱拄仔讲着这个，咱拢时常听着大乘法、大小乘佛法。大小乘佛法，迄是安尼啦，做参考。咱知影大乘佛法、交小乘佛法是安怎分？敢知？知就讲知啦，毋知就讲知。法是看的，伊讲大乘佛法就是咧讲修菩萨道，大乘佛法就是咧修己，搁要度众，就是叫前天啊。若小乘佛法尔，小乘法就是咧讲度己尔，就亲像咧证阿罗汉，迄是安尼。是，所以讲咧，所以讲啦这就是咱看迄个张讲师伊的《金刚经》嘛所以讲咱即摆做迄研究就是讲，因为伊有一寡理念，
咱领导者我们应该要转变的一些理念，你所讲的，可以让我们真的去了解，你要去改变。所以咱真袂使听阿罗汉道，咱爱听菩萨道。过去昂扬的时阵，伊的应运，伊就是讲伊的应运是出家，你若无加要求，伊袂甲你讲道理，道理有加要求，伊会甲你对话，所以讲咧，伊较早修行的方法，交咱真的修行方法无共款，所以较早因会讲我自己修好势就好啦，因为迄叫做罗汉道嘛，罗汉道就是独善其身，但是咱真袂使安尼做，尤其是大道普渡，你要成就菩萨，你要有菩萨心，你一定爱行出。你一定爱行出，所以讲咧，伊咧讲的意思是讲，咱这个道亲嘛有可能过去安尼地嘛修行的，所以讲就是讲，唔能够延续过去你修行的习性，阿罗汉的修行的习性，要把它延续到白羊的阴影下去。你一定要去突破，为人我修好就好啦。我带个出去用啥，所以讲咧，这个是讲过去安阳修的习性，你没有改掉，虽然你真有修道，但是你延续它的那一种习性，所以你还是我自己修好就好了。但是袂使，咱这一定要，你要，因为你菩萨才会当证道啊，罗汉是要去六道轮回啊。咱这个讲，你要成就菩萨，你一定要菩萨心，要有菩萨心，所以你一定要走出去。所以咱咧讲，菩萨的精神，但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你应该行出去啊。我唔敢讲伫泰国是安尼呢。泰国迄泰国的人是讲会去佛寺。去布施是因爱去佛寺做和尚的。我讲到那一贯道的无钱是咁可能，很明显的你泰国就是这样的。和尚你就讲他嘛有些伊咧习性尔，迄习性尔就一个月内底拢会用2工3个，物件款款的，来到佛寺布施用用，当然师父会。小可甲你开示我道理，师父互你安尼，是咱爱去到遐找伊咧。互我讲，咱这一贯道的就爱去放亲呢，是咱爱行出去咧。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成就会，比较有安尼，成就会比他们高。重点就是而且，所以讲迄三讲师伊咧讲的一寡理念，真的。因为当然，你较早修安尼，也许是没有错，但是迄是修行伊迄阵的方法。但是咱即摆咧，伊的时空背景不一样，因为是即个是末节的是普渡呢，所以讲咧，伊的迄个修行方法不一样，所以呢，变成就是讲我们要修菩萨行，爱注重过去世那一种罗汉行，甲转变做菩萨行。所以讲咧，一寡理念或许也感觉讲，真的就是不错，一定要去了解，你才会去了解这些事情当然你若要依照《金刚经》来讲起来，当然你若照文这样来讲，就是咧讲较早的修行方法就是安尼。张讲师就是甲伊内底的经文，会当甲伊转换一些理念，转换到咱即个修行的修办到的。要转变，你没有转变呢，就是这样子。你若讲是金刚经呢，有可能就是讲着较早的修行方法。当然内修应该是一样的，
内修应该是一样。积极公以外围来讲起来，我们是要安什么心情，要怎么做？我们要吸取它一些的概念，让正的试验呢，他们就是一个成功的道场。你也甲想，迄个正的试验，迄阵咱去家参访的是，伊是7大道场内底的其中一个小道场。即摆因的大场是变成甲9大道场还是10大道场？伊是即个9大道场还是10大道场的其中一个大道场。所以讲的伊就是讲，因咧杀的方法，较拄好是咧讲的讲，为虾米因有上经法？他是用方法而已啦，不是讲他们偏的。他是初步啦，对，引导。所以讲伊一个咧，我咧带这个上经法，我会从此我人好，我先规恁大家上经拢不要紧。但是伫迄个耳濡目染，慢慢接触的是我们一些概念给他。迄个宗旨咱班会顶后台，伊是会靠进来，毋是咱靠过去的。只是伊是用这个方法要去度化迄个人尔呢。袂赢讲去上经团，伊上经团，伊就永远教白去骗人要上经尔呢。但是道场伊虽然是用上经团，毋过但咱我的宗旨无叫变，我是慢慢，就像咱咧儿童读经。宗旨理论，当然，嘛是要看咱多大大人，但是虽然是囡仔，卖当去卖当做大人啊，囡仔卖当去成就，所以你说读经嘛是用着，也是一个方法而已啦，伊上经嘛是一个话门而已，毋是讲错误的，伫大经嘛无讲上经唔对啊，只是甲你讲你嘛讲上经要跟谁讲啊，安尼。我咱咧上面有点，只是一个概念，让我们怎么去应用，我咱道家已经咧讨论了，最后呢，感谢我们郑经理各位贤贤大德，加或许不足的地方请各位贤贤大家能够见谅，最后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各位平安大众齐齐。这点是慈悲，贤道公，敦道公，一起一班，让我们行30公里，贤道公，在公，3公，感谢奉献的是慈悲公，感谢奉献的是慈悲公，敦道1公，在公，3公。感谢奉献的是慈悲公，感谢经典的是慈悲公，一起之下，向基南五行30公里贤道1公，在公3公，持驾前人1公，持驾不前人1公，送驾奉献的是1公，送驾经典的是1公，敦道1公，在公。3公，持驾前人1公，持驾不前人1公，送驾奉献的是1公，送驾经典的是1公。